老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教闻。讲新闻老台语，搁来我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讲到下晡下班，大部分食头路的人要开始迎接9天新正年连假。那咧讲新年头旧年尾，准备要过年，围炉糜食围炉菜，其实拢有好的意思，代表是好彩头。另外民间信仰认为过年这段时间嘛是求财好时机，都爱讲什么调时的好话，才会当好运一日煞一日。讲新闻老台语，时间交主播陈英伟。讲新闻老台语，过来话大细事，咱尾头来讲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英伟。准备要过年啊，今年的2、9暝，你想好要准备什么款的菜？另外呢，今年是蛇年，蛇年有啥物真特别的这祝福话？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，带大家做伙来了解。第一条就来看卖，咱讲到这2、9暝，2、9暝大家做伙围炉团圆，做伙来食饱。这个时阵桌顶物件都真重要。第一来看卖，当准备什么款的物件？会当准备这鸡啊？为什么鸡啊代表这起家？另外，有人准备这丸仔甲圆仔，因为圆代表团圆甲圆满的意思。另外第三个，有人会准备这菜头粿，为什么呢？菜头粿，菜头代表好彩头。另外想要当火烧的人，嘛会准备这当年菜。这当年菜会当炒来食，嘛会当放入这鸡汤内底。另外同款甲当火烧有关系，就是这土豆。为什么呢？食土豆，互你活到老。好，食饭食菜了后，继续爱食啥物？爱食这水果，水果会当准备这柑仔，为什么？代表大吉大利。这两个代表平安。另外这旺来代表财运甲好运，拢总旺来。好，继续来看卖。讲到这2、9暝爱食饭团圆围炉。另外初一要创啥？初一爱迎春。讲到这迎春的时阵，爱选择好的这时间，好的这方向。另外烧香放炮啊。另外呢，为什么要迎春呢？这迎春的春，甲台语这有春的这春，因是同款的，都代表这好运，一年拢有春。另外这初一的时阵，有一句俗语哦，叫做初一食早斋，较赢食一年菜。真侪人初一的时阵拢会食菜，代表对这祖先的这感谢，所以就讲初一若是食菜，较赢你一年拢食菜是比较好的。另外真侪人过年的时阵，拢会准备这发财水甲这发财金。这发财水呢，都是银行甲这水放入去这金库内底，会分予民众。另外呢，民众摕到这发财水了后，会当放入去厝内底这明财位、偏财位甲财库位。这无共款的位，就会发无共款的财。另外真侪人哦，卖甲这发财水喷入去这厝内底，因为呢会当互这个好运拢总喷伫厝内底。另外第三个，嘛有人用这发财水来煮饭、来煮汤。另外除了发财水以外，真侪人买来到庙内底叫这发财金。这发财金共款，嘛会当放伫厝内底财位，啊个新民刀啊，啊个保险箱，嘛有人随身放伫钱包内底，嘛有人哦，甲这发财金放伫银行内底，因为会当互这发财金愈来愈侪。啊，毋过发财金嘛有一寡禁忌哦。第一来看卖，就是袂当甲这发财金拢总开了，嘛莫甲这发财金转卖互别人，莫甲发财金放伫便所。为虾米莫放伫便所呢？因为便所是比较无清气的所在。若是甲发财金放伫内底，你的运势嘛比较无好。上尾一个上重要的，就是袂当有照无形。好，继续来看卖，今年是蛇年哦，蛇年有真济代表的这祝福话，带大家做伙来看卖。第一个是啥物？这华语念蛇蜜龙发，蛇蜜龙发是啥物意思？台语念起来就是虾米拢发。另外第二个嘛真小型，就是虾米拢有春。另外第三个就是虾米拢趁钱，太极代表趁钱。另外嘛有好运蛇入来，啊，个有这虾米拢唔惊，虾米拢顺时。另外真济人嘛用食的物件代表对大家祝福，亲像是啥物呢？第一个咱来看卖，就是请你食甜粿，互你趁钱趁家伙；请你食土豆，互你食到老。另外第三是敬你一杯茶，祝你身体健康无问题；请你食甜甜，互你好人缘贵厝边；请你食咸，互你做人做事无人嫌。嘛会当请你食啥物呢？会当食这果子，会当食这果子，互你老仔厝直起；嘛会当互你吃饼，互你代代出好囝；嘛会当食这贡丸，互你现金开袂完。上尾一个会当请你食这水果，祝你日春日好。无论如何，也是爱提早祝大家新年快乐。这就是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的时间。